大家平安健康，兄弟姊妹們，我有個見節講自家啲，係講兄弟姊妹，你係行到有困難，知道冇人幫助你，當時冇本事過一個問題，一個見節詩篇記121第2節及第3節咁講到，我嘅救主都係上帝，救我嘅人就係上帝嘅詩篇嘅經驗，嗱，朝天朝地嘅上帝，意思嚟講。也就天然嘅主，佢唔係表示家嘅腳有痛，意思唔係表示家嘅心有痛，電腦問題之時，也唔係表示家嘅信心有痛，唔係表示家信心弱係，佢要照顧自家，嘅經濟用講自家啲，然後詩篇121第7及第8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將你一切嘅傷害，意思要上帝照顧自家。一切被傷害自家嘅，問題被傷害自家嘅，苦處被傷害自家嘅，家業也暗中裏被傷害自家嘅，上帝要照顧，上帝要保佑，然後上帝要將自家嘅生命嘅經濟講，然後上帝要將自家出業，意思嚟講咪，自家起下妹上下出門，要上帝照顧，要上帝保佑，要家嘅平安。自家安全，自家起下妹要佢通財。自家得到安全嘅路，唔係要人傷害，要剔人被傷害自家，要剔人被唔感人自家，上帝保佑自家，佢照顧自家，自家得到安全嘅路，要痛苦威脅自家，自家也得到上帝嘅恩典，得到一個照顧，得到一個保佑。睇有人兄弟姊妹係講呢係世間你行到，要苦難，要苦衷，要各樣各樣嘅事。請上帝來幫助自家，就係朝天朝地嘅上帝，在耶穌基督裏面，係要謙卑嘅心嚟求前佢，求一個恩典，一天去幫助自家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